兄弟，呢個就係高壓之下嘅數值啊！呢啲咁用咗，呢啲係假嘅。就好似人話中國治安特別好嘅，中國係全世界治安最好嘅國家。任何建立咗監控鏡頭之下嘅治安都係假嘅。任何建立喺武警檢查站之下嘅治安，同埋安檢門之下嘅治安都係假嘅。明唔明啊？如果你係中國人，連呢啲基本佢都冇數嘅話，你就真係大啦！我同你講啦，我哋台灣住咗17日，住咗17晚。今次我一個安檢門都冇見過，我唯一一次見到安檢係我入台灣總統府海達格蘭大道嗰個台灣總統府嗰度有個細細地嘅安檢門，都好唔專業，完全冇北京地鐵嘅專業，就得嗰個安檢門。成個台灣地鐵、巴士、咩故宮啊、咩博物院啊、博物館啊、紀念館啊，全部都冇安檢。咁安檢重要嘅事要講3次，淨係坐飛機同入總統府先至要安檢。你中國有幾多安檢？而家啊，就算我淨係講北京，你嗰個身份證唔帶得唔得出門啊？要查幾多次，掃幾多次身份證，坐個地鐵又要安檢幾多次？所有地方都係安檢，所有地方都係攝像頭。你咁樣叫安全？你呢種安全係建立咗高壓，呢啲叫高壓窩入邊嘅安全啊！我問下，有啲人話高壓窩係安全嘅，我覺得你係咪咁噶？高壓窩係反常態嘅，佢要消耗大量能量同社會資源，好多財富本來應該用嘅民生、食飲、玩樂嘅，本來用咗開心快活嘅，而家就用咗個高壓維穩，到處都要安檢。點解？好簡單，如果佢攝錄機個安檢，就會有大規模屠殺、大規模恐怖襲擊。治安問題唔係漢回之間，而係內部，係漢族內部。如果聽日話唔使安檢，馬上就會出大事，因為當權者好清楚問題。依家有幾多人失業，有幾多人對社會唔滿，有幾多人滿肚之火。點解會有嗰啲冒充南航空姐嘅人，或者而家我哋喺街頭見到咁多女性一點就爆，就係嗰個冒充南航去馬來西亞嗰個果咗嗰個傻女人呢，佢個脾氣就係一點就爆。點解一點就爆？因為佢安全感啊，根本原因就係冇安全感，根本原因就係心入邊積壓咗好多怒火同埋戾氣啊！就連佢自己都好似個高壓煲咁，一點就爆啊！佢今日中國嘅學校，小學、中學都係咁，有幾多%嘅學生有心理問題啊？你冇自己心裏面睇個底數咩？成日吹中國好。中國有幾多個學生，有幾多%班入邊有心理問題？就係點解壓力咁大啦？你點解壓力咁大？因為你大一統已經維持唔落去啦。大一統係需要能量嘅，當佢有向心力嗰陣，國家可以擴張，好似大清蒙古咁，早期可以擴張。但係當佢衰弱嗰陣就冇嘅。你中華民國由大清繼承嘅大塊版圖，本來係做五族共和。五族共和都可以維持，五族共和就係鬆鬆地咁樣，聯省自治，大家都仲係共遵一主，就好似周天子咁，雖然佢絕對權威，但都仲可以。然後變咗共產黨，變咗共產黨，變咗國民黨，你又冇嗰種武功，你又冇大清嗰種武功，你全部靠呢啲高壓維穩，咁你可以頂幾多年？你全部靠改革開放儲落嚟嗰啲錢運作。所謂天網攝像頭，等你國力一弱，咁錢啊！你話中國就係咁高壓維穩，就係咁，周圍都係攝像頭，到處都係安檢門查身份證。你話你睇喺個國家入邊維持一個大一統嘅幻覺，你睇唔覺得自己太假咩？就好似當年陳水扁講嗰句說話咁，兄弟們，我哋不如將各省政府撤咗啦，我哋就諗自己同自己演戲，演咗幾十年。你睇唔覺得冇咩？就係陳水扁做總統嗰陣呢，嗰個中華民國嘅台灣，嗰個中華民國有中國各省政府，多就5個人，少就3個人啊！佢真係有各省政府嘅，嗰個北京市政府啊，咩河北省政府、河南省政府嘅都有嘅。呢個就係陳水扁終於頂唔順，話我哋不如散咗睇啦。你睇下，真係太噶啦！你要使嘅錢唔係我哋自己嘅錢咩？我哋睇翻啲錢，多派嘅退休金。唔係更好咩？我哋搞咁搞去係扮咩咧？我哋係演俾邊個嘅咧？你而家中國都一樣啦。
你裝咁多閉路電視，裝咁多安檢門，你唔諗咩？查人嗰個同俾人查嗰個都冇啦，我為咩要佢做呢？有冇諗過問下自己，我哋究竟為咩啊？我哋係為咗維持佢哋所謂榮耀咩？我 X 一啲都唔榮耀啊！入去又查又查，你唔好將中國當成一個國家，你要將中國當成一個歐洲，佢先至係正確嘅類比方法。我問你，歐洲有幾多人口？你知唔知啊？成個歐洲啊，歐洲人口密度同中國好似成個歐洲都冇10億人啊！我嗰陣時去歐洲，大約得7億人。而家估計都係8億人左右啦，成個歐洲面積都同中國差唔多，可住嘅地方都差唔多。8億人有幾多個國家？歐洲有幾多個國家？所以你中國唔應該有咁多國家，唔係話疆土咁大，你唔係話中國人唔團結。我問你，歐盟團結咩？匈牙利同西班牙係咪兩個極端啊？歐盟都唔團結啦，波蘭都係，同法國都唔係兩個極端，所以成個歐洲有幾團結，中國有幾唔團結都係正常嘅，有好人有壞人，有左翼有右翼，有勤力嘅有懶嘅，都好正常啦。有啲膚色黑，有啲膚色白。中國啊，如果好似歐洲咁多國家就好啦，分開都冇所謂啦。係啊，分開都幾好啊。中國歷史上都分開過，中國有3000年歷史，我同你咁講，歷史知識980年先至係統一嘅。有信史喺3000年入邊，得980年係大一統，剩翻嗰2000幾年都係分開狀態，直到今日中國都係分裂緊嘅。中國最近呢幾十年都唔係統一，有兩個中國，一個叫中華民國，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同古代嘅南北朝嘅咩分別？中國歷史入邊咧有2/3嘅時間都係分裂咗，得1/3嘅時間先至係統一。所以你話統一係神聖唔可以侵犯，咁你就係條細 call 到，你就係指未試過過冬嘅蟬，叫三季人。你仲以為天生就要統一咩？中國歷史2/3嘅時間都唔係統一，包括而家都唔係統一。所以統一又有咩咁大不了啊？佢咩咁可怕啦？台灣細唔細啊？就話弱小就會俾人侵略。台灣細唔細啊？台灣細唔細啊？答我啦，望住我隻眼。台灣係咪中國人？係咪華人？係咪講中文？係咪拜中國嘅神？有啲孔廟係咪好卷蛙？台灣係咪咁樣？2000萬人啫，啱唔啱？2000萬多唔多？細唔細？你媽一個省都有1億人啦。呢個河南省都1億人嘅，中國喺省入邊都比台灣大，細唔細啊？台灣就得200幾公里長，有冇人侵略台灣啊？淨係得一個人想侵略，就係佢老母習近平。台灣根本個人侵略，所以國家細唔代表一定有人侵略。你話國家細又點啫？台灣護照全世界第一，去邊都免簽，冇人蝦你。冇人睇你唔起，我都未見過台灣人去到邊度會好似豬狗咁俾人歧視，反而你中國大陸人去到邊都俾人歧視。國家嘅人先會無啦啦歧視一個細國。瑞士細唔細？瑞士係咪仲細過台灣？邊個敢歧視瑞士？邊個敢侵略瑞士？所以國家大細同佢哋國家會唔會俾人歧視，其實一啲關係都冇，全部都係俾共產黨你新加坡細，係啊，新加坡仲細啲啊。周圍都係咁唔穩定嘅國家，都冇見過邊個去侵略新加坡，亦都冇見過邊個歧視新加坡。新加坡護照全世界免簽過係最多嘅，所以你講呢，佢哋根本就唔成立。我同你講，如果中國要獨立，各省自治，嗰個江浙嘅嗰個地區，我哋就叫佢做吳越國啦，或者叫吳國。越國呢個地區，我同你講，嗰本護照絕對係比新加坡護照仲好用。全世界免簽國第一多，所有國家都對佢免簽，真係太有錢啦！山西同內蒙嗰啲，簡直就係沙特阿拉伯嗰種待遇，科威特嗰種待遇，超有錢，全部都係免簽啊！你睇下東北都唔差，滿洲國以前咩樣啊？快啲就同日本搞埋一齊啦！快啲就同日本搞埋一齊啊！所以咧，大一統都係癌症。全部都係